大家好，咁今次做 video 咧，就會想食下呢個哆啦 A 夢嘅 pancake 啦，咁同埋兩張嘅一啲咁樣嘅嗰個咩話，嗰啲咁樣嘅隨意門卡啦，裏面都係咁樣嘅啫，都唔係一啲特別嘅卡嘅，除咗咁除咗試食 pancake 之外咧，我仲會試飲下呢杯糖水。攞個先，咁兩個都係紅豆嚟嘅，紅豆忌廉 pancake。咁我嘅就係呢一格。係啦，咁就哆啦 A 夢兩個都係最尾兩個啦。我下次想試下大紅，因為呢個哆啦 A 夢咧。嗰個今年嘅巡版嘅限定物品嚟㗎，每日限定嘅係呢個，好運先至買咗咋，上水都有得買㗎，好厚，我攞個碟載住先。跟住攞個碟過嚟，我睇先試唔咗啲糖水先真係。真係有一個水啦，避免整污糟個 pancake， 應該都幾好味㗎。我試過先，得點啊？啲甜，但係基本上冇咩味。咁你先要再去攞啲嘢，唔使啦都係，咁就切咗個 pancake 佢，咁就分4啖啦，6啖都得㗎。哦，裏面幾靚啊！裏面就係咁樣嘅，即係有啲似哆啦 A 夢銅鑼燒裏面嘅餡喎，就由呢一邊切，跟住就要小心啊！少咁多嗰陣，就試食一嚿啦。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。今日邀請咗個嘉賓，請攞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味。好味。有咩有 cream 㗎？啲口度又唔係幾厚。裏面個餡係咁樣㗎。嚟試啦！樂觀化最緊要個獎勵嘅，我試食完俾個獎賞俾大家。唔好意思啦，都幾好味㗎呢個。係啦，裏面啲 cream 都好味㗎，紅豆餡都唔錯。正啊！
係啊，頭先個嘉賓咧，佢又係除住衫嘅基佬嚟嘅，係嘛？咁繼續食啊！維持我試得翻2嚿咧。唔明啊！咁黑得嗰個樣都幾似喎，係啦。唔錯，雖然冇乜嘢紅豆味，睇下，一個冇水嘅，齋水嚟嘅嗰個，加油廠度真係齋水。好味啊！真想飲。邊個可以第一個睇到條片，而且喺下面留言嘅話，可以攞到一張隨意卡參加嘅。其實咧，一定係要買先得嘅，買先有一張隨意卡，大家送隨意卡啦。因為一樣嘢都18蚊㗎，即係18蚊先有張紙。就話即日起至7月12號。凡於我喺嗰度買嘅 A1 Bakery Group 旗下嘅麵包店或者餐廳購買指定哆啦 A 夢系班戟或水果鮮果班戟月份，即可獲得隨意門卡一張。好啦。獎賞就呢啲，感謝賞10名哆啦 A 夢八寶隊份，包括輕便手提袋、流動充電器、摺疊傘、低語為廣夫妻快搖杖。感謝賞100名電影哆啦 A 夢大雄之 Spice Heroes 宇宙英雄記戲票。每名得獎者可以獲得戲票換領券2張啦。得獎名單於2015年7月20號星期一，在 A1 Bakery Group Facebook Fan Page 專頁及 A1 Bakery Group 官方網站公佈。得獎禮品將於2015年7月27號星期一之前寄出啦。咁遊戲條款同細則可以到以下嘅網址參與，咁就係 www.a-1bakery.com.hk 就係咁樣。今次 video 就嚟啦，好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